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1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14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20天。今天有很多媒体报道说乌克兰的部队安静地离开了库尔斯克的苏贾镇，没有发生重大的战斗。这个福布斯证实说，乌克兰最强战力的部队已经离开了库尔斯克。这个说的还是有鼻子有眼的说这个乌军的主力你比如说这个什么22特种营、什么第129防御旅这些部队留下，剩下的主力部队都已经有序的撤出库尔斯克。网上甚至有视频传出这个俄军在苏贾市什么广场上开始升俄罗斯的国旗等等，似乎这个乌军已经撤出了库尔斯克。但是在这个乌东前线呢，顿涅茨克、这个波克罗夫斯克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68起战斗，托列茨克地区发生了32起战斗。在这个波克罗夫斯克战区的叫舍普琴科定居点，推进仍在继续。乌克兰目前控制了该地区60%的面积。顿涅茨克地区大新希尔卡方向，乌克兰国防军解放了新希尔卡村。这个乌克兰国防军再次从占领者手中夺取了佩萨诺耶村工业区，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该村。该地区的防御工作正在进行中。在这个托列茨克市乌克兰国防军开始清理剩下的盘踞在北部和靠近中部的残余的俄罗斯部队。在这个库皮扬斯克乌克兰国防军已经再次逼近了新基夫卡，将俄罗斯军队赶出了定居点北部，位于奥斯基尔河西岸的南部乔德堡至森林种植园。根据乌克兰库尔斯克方面军官的这个总结他说这次行动改变了游戏规则，把战争带到了俄罗斯，占用和摧毁了俄罗斯大量资源，从而减轻了乌克兰东部和南部战线的压力。但与此同时也束缚了乌克兰军队的精锐部队，而且消耗了大量西方的车辆。所以这是库尔斯克战役为什么饱受争议的一个原因。这个军官说自2024年8月以来，约有2000名乌克兰士兵、1万名俄罗斯士兵和1000名朝鲜士兵在战斗中丧生。同时俄罗斯损失了500多辆原本可以在顿巴斯使用的坦克和步兵战车。从这个战场的各个媒体报道以及这个视频来看，所谓俄军包围了这个库尔斯克的乌军，这个显然这个是子虚乌有的。乌军撤出库尔斯克这个可能性非常大虽然到现在乌克兰方面并没有官方说法。这个乌军的总司令谢尔斯基出来，他辟谣也是只是说乌军没有被包围的风险，然后乌军正在进行灵活的调动对吧，以这个是取得更有利的地形。实际上这个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变相的承认了这个乌军的主力恐怕在有序撤退。同时也要看到乌军在乌东战线那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仅解了红军村，就是波克罗夫斯克那个治围，反而还反攻了，拿下了更多的领土。我在想有一种合理的解释，也就是俄乌双方心照不宣这个就跟美国和乌克兰在沙特的这个会谈有密切关系。这个美国的代表叫卢比奥，还有一个沃尔茨，对吧？然后这个乌克兰的代表叫乌梅罗夫，还有一个叫外交部长，还有伊尔马克吧。他们在这个沙特的这个捷达他们的谈判持续了近8小时。而且比较诡异的是，泽连斯基居然他也跑到沙特去了，但是他不参加，然后也没有跟卢比奥见面。我昨天节目说了，恐怕就是司机非常重视这个会，对吧？他是就近去拍板。这个会谈的内容对乌克兰可以说是非常有利。双方谈判持续了8个小时。会议结束后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发布了与会者联合声明，双方在声明中确认现在是开始建立持久和平进程的时候。美国和乌克兰在恢复乌克兰可靠和平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这里面重要的是说乌克兰接受了美国提出的30天停火协议，而且这个30天后面可以延长。我就简单点说吧，这个卢比奥上飞机去沙特之前放的话是非常狠的，要求乌克兰，对吧，要做出让步，领土换和平。当然了，他也说了俄罗斯也要让步，这个似乎又在给乌克兰施压，对吧，要让他割让领土。但是到了沙特8个小时的会谈似乎没有谈领土，或者谈了领土没有谈拢，卢比奥没有再施压，所以他的公报里面就没有领土这一说，甚至都没有说这个没有重点说这个宽展协议那个这个就是卢比奥应该是做了一些让步，那肯定
是卢比奥啊。为什么说美国提出了30天停火协议嘛？因为这个是特朗普心心念念的，要先停火停战。我觉得啊，这个乌克兰答应了，这个是非常好的。也就是领土这个事情你没有办法谈，对吧？把这个往后放，先解决能解决的事情，能做的事情先谈，对吧？不能做的事情往后放。哎，这是个思路嘛，对吧？先易后难嘛，你不能上来就谈领土，领土没得谈，那上来就谈崩，压力又在这个乌克兰和泽连斯基这儿，所以把领土的问题先搁置，先说停火，对吧？你特朗普就需要停火，哎，这他要面子，那这个泽连斯基做了让步，那停火可以，那就停吧，哎，领土先别提了，停火可以，停火呢一定是按照实际控制线停火，但是乌克兰方面肯定也提了要求，对吧？光停火不行，停火之后要交换战俘，把所有的战俘交换了，把所有的这个老百姓释放，不能还扣着老百姓，就是这个人道主义啊。然后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我现在停火，那你美国军事援助、情报分享都要恢复，哎，美国答应了。然后乌克兰方面提的要求就是我是同意停火的，现在就看普京看俄罗斯，对吧？前提条件就是俄罗斯愿意停，俄罗斯不愿意停，那么接着打，那你美国的军事援助、情报共享还得给，因为我是愿意停火，是他不愿意停，那也就是说你美国的援助啊和为这个情报共享那还要持续违约啊，不是乌克兰违约，你看看实际上啊绕来绕去，相当于就回到了白宫争吵之前那个状态。但是乌克兰做出的让步就是我同意停火，先停，后面再谈。我们先说乌克兰啊，这个对乌克兰来说，目前这个形势啊，这个对乌克兰非常有利，因为你看看啊，如果这么僵下去，美国他不给援助，完了之后这个情报也不再分享，虽然英国、法国、德国能给他情报，那这个在战场上，对吧？这个还是效率比较低啊，对吧？就是你用惯了安卓手机，你用苹果，你不得还得适应吗？何况在那种高压状态下，这整个系统的切换不是那么容易的啊。虽然说欧洲要援助乌克兰，但是到现在基本上还是雷声大雨点小啊，也就是现在情况对乌克兰不利。那如果能停火的话，停1个月、2个月、3个月，相对来说啊，乌克兰反而有更多机会，对吧？欧洲才有时间去团结起来，才去转向生产啊，做好这种美国不再援助乌克兰的准备，也就是脱离美国，单独支持乌克兰。哎，这个对乌克兰是非常有利，所以停火啊是很有利的。那对俄罗斯来说呢，实际上也非常有利。虽然俄罗斯现在好像在战场上掌握一些主动权，在库尔斯克，实际上俄罗斯国内现在已经是快揭不开锅了。普京是天天盼着停火，现在停火对普京来说没有什么坏处，因为他占的地方多，按实际控制线停火，对吧？乌东4个州，他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已经占得七七八八了，扎波罗热、赫尔松占了一半了，他又不吃亏，所以停火啊，他是可以的，关键是个面子，对吧？你特朗普得给我面子，我大哥要面子，你让我停我就停，是吧？所以你看啊，这个乌克兰和美国在沙特谈判完之后啊，我们先看看特朗普、卢比奥，你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大家看视频啊。But very importantly, and I said it, Ukraine, ceasefire, Ukraine, ceasefire, just agreed to a little while ago. Now we have to go to Russia and hopefully President Putin will agree to that also. And we can get this show on the road. We can get this horrible war where 2,000-3,000 soldiers a week, every week, 2,000, 3,000, 4,000 sometimes. I get the reports. And they're not American soldiers. They're Ukrainian and they're Russian. But people are being killed outside of that. People are being killed in the cities as things explode throughout the cities. And we want to get that war over with. So I think it's a very big, I think it'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ast visit you saw at the Oval Office and this. So that's a total ceasefire. Ukraine has agreed to it, and hopefully Russia will agree to it. We're going to meet with them later on today and tomorrow, and hopefully we'll be able to wipe out a deal. But I think the ceasefire is very important. Is Zelensky invited back to the White House? Sure, absolutely. Mr. President. Today, we made an offer that the Ukrainians have accepted, which is to enter into a ceasefire and into immediate negotiations to end this conflict in a way that's enduring and sustainable and accounts for their interests, their security, their ability to prosper as a nation. I want to personally thank, we both want to thank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His Majesty, for hosting us, for making this possible. They've been instrumental in this process, and we're very grateful to them for hosting us here today. And hopefully we'll take this offer now to the Russians. And we hope that they'll say yes to peace. The ball's now in their court. And but again, the president's objective here is, number one, above everything else, he wants the war to end. And I think today Ukraine has taken a concrete step in that regard. We hope the Russians will reciprocate. The Ukrainian delegation today made something very clear, that they share President Trump's vision for peace. They share his determination to end the fighting, to end the killing, to end the
tragic kind of meat grinder of people and national treasure that's happening on the front in Ukraine. Number one. Number two, they made concrete steps and concrete proposals, not only accepting our proposal for a full ceasefire, which you can see the details of which are in our joint statement that we released together. But we also got into substantive details on how this war is going to permanently end, what type of guarantees they're going to have for their long-term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but also really looking at what it's going to take to finally end this the horrific fighting. As a result of that, and I think as a result of this positive step forward, the president has decided to lift the pause on aid and on our security assistance to Ukraine going forward. And that's effective immediately. 在我理解啊，这就是泽连斯基现在对吧？迫入形势，他身段反而软一点，那现在压力就给到了地包老人了，对吧？特朗普啊，你停不了火，可不能怪我，我是同意火的，我给你面子，对吧？我配合你先停火，如果停不了火，那是普京，对吧？你找他去。那现在就看这个特朗普怎么给普京施压，你是哄普京呢，对吧？还是压普京，还是骗普京？那就看特朗普手段，对吧？你搞不定他，对吧？你不能再赖泽连斯基和乌克兰。你看一下啊，泽连斯基压力小多了。现在泽连斯基只要搞这个统一战线就行，对吧？就去欧洲啊，对特朗普来说也有好处。为什么特朗普愿意呢？啊，或者卢比奥啊，他本来卢比奥这个预期还是挺高的，逼这个泽连斯基，对吧？领土混合比，但是似乎这个公报里面没提了，领土的事情先不提，提了叫炸锅啊，谈不到一起去。所以啊，对吧？先停火。哎，特朗普的就需要停火，他有面子啊。你看看我一上台，我现在要求双方停火，双方都停火了，哎，这不就是特朗普的功劳吗？他又够他吹的。如果不停火，对吧？那特朗普就是面子没了。但是他这个人就有理由去援助乌克兰，对吧？你普京你不能怪我，对吧？人家乌克兰愿意停火，你不停，那我只能援助乌克兰，恢复援助，对吧？加大援助，你普京也不能怪我。完了，他还要跟普京打交道，还要跟普京啊恢复俄美关系，一边给乌克兰援助，一边还要跟普京恢复关系。那这个是特朗普能干出来啊，对吧？是你不同意停火的，我没办法。你看，所以特朗普他把自己立如不败之地。那这样的话，那个欧洲的盟友也不能再骂特朗普了，对吧？乌克兰也不好再骂你，他就援助你了，对不对？他开始援助了，还有什么好骂的，对吧？如果普京同意停火，那下面就开始磨了，接着谈吧。那领土怎么整？这个特朗普可就不管了啊！我想特朗普一定是拖，他就维持你不要打起来，保持现状，双方不要打，冻结战争。完了之后，领土慢慢谈，对吧？在他任上能谈出个名堂来最好，谈不出来那就留给下一届吧，对吧？后人不是更聪明吗？反正你不能打，对吧？你只要停火了，这个特朗普的这个他的任务就完成啊。至于你能不能彻底的解决，是吧？什么公正的什么和平，我估计特朗普也解决不了。你确实那领土你怎么弄？所以我们再看啊，你看普京的表态，大家看视频。Эти условия очень простые. Украинские войска должны быть полностью выведены из Донецкой, Луганской народных республик, Херсонской и Запорожской областей. Причем, обращаю внимание, именно со всей территории этих регионов в пределах их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х границ, которые существовали на момент их вхождения в Украину. Как только в Киеве заявят о том, что готовы к такому решению и начнут реальный вывод войск из этих регионов, а также официально уведомят об отказе от планов вступления в НАТО, с нашей стороны незамедлительно, буквально в ту же минуту, последует приказ прекратить огонь и начать переговоры. Повторю, мы это сделаем незамедлительно.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гарантируем беспрепятственный и безопасный отвод украинских частей и соединений. 普京的表态非常强硬，对吧？总结起来就是我占的领土是我的，我没占的领土也是我的，对吧？你乌克兰交出来，咱就停火。我理解这是普京的第一轮叫价。那现在你不是特朗普现在找普京谈了吗？周五打电话，然后还派他的特使要去莫斯科跟普京面谈。那普京我就开个高价，对吧？你让我停火可以，你把那个乌东4个州完整的交给俄罗斯，那我就先停火。你看他提领土要求，那看特朗普怎么，对吧？对普京施压，对吧？人家漫天要价，你是坐地还钱，对吧？停火就停火，不涉及领土，先停火再聊领土的事。为什么我说这个普京他是漫天要价呢？实际上普京是愿意停火的啊，他只是啊有早没早打3竿子，我先这么说再说，我先这么要求，普京是愿意停火，所以我估计啊下一周啊恐怕就停火了。有这么几个原因啊，首先第一个，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乌军在库尔斯克好像跑得有点快啊？
也就是他在库尔斯克打了210多天，7个多月，这俄军根本就赶不动他，对吧 ？FAB3000的炸弹狂轰乱炸，车臣的抖音部队啊使出了吃奶的力量，这个乌军都是纹丝不动，而且乌军中间还扩大了，本来占了1000多平方公里，后来缩小了700多，后来又扩大了1000多，双方就拉锯战。怎么这一次好像1个星期不到，怎么突然就希尔斯基说我们换地方了？大家想一想，有没有点像这个2022年10月份苏洛维金啊带着俄军从赫尔松城撤出啊？那个双方就是做了一个交易，就是乌军默许苏洛维金带着俄军3万多4万撤出赫尔松城，撤到第聂伯河的叫左岸。这一次啊，很有可能是双方又是互相默契，心有灵犀。你看看乌军在乌东、扎波罗热、顿涅茨克，他多拿了一些地方回来。实际上你要理解一下，它就是双方啊在战场完成了一个交换，对吧？你乌军把库尔斯克还回来，我这乌东这个地方那不是好多矿产吗？对吧？我也让一地方给你，但是你不能做得太明显，这双方像是在打。为什么呢？这就是为停火做准备，就大地实际上已经准备停火了。因为你要是如果说乌军占着库尔斯克，那你说停火怎么停？停下来之后，你说让迪波老人啊，你乌东的领土换库尔斯克，这迪波老人面子挂不住啊，他也没法交代，怎么跟俄罗斯人交代？所以你看，通过战场上把他换回来，谁也说不了啥。那乌军感觉是败退，对吧？你看我们俄军把他抢回来了，那乌东前线呢，这乌军占回去一些，反正那是打仗嘛，对吧？多一点少一点都有可能，乌军在反攻。你看看啊，形式上就完成了一个领土的交换。那我通过这个我判断啊，普京已经准备停火，因为他也坚持不下去，他也需要喘气啊，把国内再收拾，对吧？等他气喘匀了再准备干。你现在再打下去，俄罗斯也打不出这个名堂出来，你往哪儿打？俄罗斯现在具备来说一鼓作气打到基辅吗？打过第聂伯河没这可能。另外啊，网上传言这个老黄俄啊斯特列科夫说在这个监狱中啊被发现死亡，这个我不知道真假啊。如果斯特列科夫真的在狱中啊，他不是被普京抓起来了，对吧？这个顿涅茨克前伪国防部长啊，如果在狱里死了，那就说明，对吧？普京要给那些老黄俄，就那个极端分子啊、好战分子一个下马威，对吧？你们都把嘴给我闭上，我接下来要停火了。为什么对这些人进行压制呢？实际上就是为停火做准备。包括杜金啊，对吧？你不要在那逼逼赖赖的，小心收拾你。上一次这个苏罗维金带着俄军从那个赫尔松撤出，那个杜金不就要烧死普京吗？所以我估计啊，这个普京这回吸取经验教训了，提前先给你们啊敲敲警钟，对吧？对这些狂热分子啊，先来个下马威，为他停火做准备。所以我判断啊，这个普京很有可能下一周啊就借坡下驴，先停火。停火之后呢，那就看双方，对吧？都在回血嘛。咱们说简单一点啊，看谁血回得快，谈是谈不成，对吧？没有办法达成谁血回得快，谁先动手，恐怕还得打。如果俄罗斯动手快，对吧？他国内把这些不安定分子啊都给办了，对吧？国内的经济再去抓一抓，然后再跟特朗普啊在什么解除制裁等等啊，对吧？他也有可能就要先动手。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情报组局长布达诺夫就说了，他说俄罗斯已经撑不下去了。这个布达诺夫啊说啊，俄罗斯人需要暂停以恢复力量，有所有的迹象表明这一点，他们已经达到了生产的极限，不可能生产出比现在更多了。布达诺夫说啊，他这个话3月10号说的，并不是说美国跟乌克兰开完会之后说的。所以我们要反过来说啊，我们假设普京他不愿意停火，他继续打，那他能得到什么？刚才说了，那普京就相当于上了泽连斯基和特朗普的套，对吧？是你普京不愿意停火的，那你美国啊，你特朗普已经答应了继续援助乌克兰，那乌克兰求之不得啊，那就又回到拜登那个老路，那接着打呗，是不是这么个局面？那普京愿意看到这个局面吗？对吧？人家特朗普跟泽连斯基可是已经啊商量好了，对吧？如果现在这个就是军事援助啊和情报供应实际上已经恢复了啊。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啊，说当地时间12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宣布啊，说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目前已经恢复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然后呢，这个路透社报道啊，说乌克兰使用了8枚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攻击了克里米亚的俄军基地。这个大家记得吧？这个美国停止了这个情报共享之后，那风暴阴影都已经不能用了，那现在又恢复了用风暴阴影打击克里米亚的俄军基地，那就说明情报共享这个已经恢复援助后的第一批军用物资已经用到了乌克兰。3月12日啊，这个英国的《每日电讯报》报道啊，说波兰国防部副部长叫扎莱夫斯基表示啊，通过靠近乌克兰边境的热舒夫亚希温卡机场物流中心向乌克兰输送美国军事援助的相关工作已经恢复。当初证实啊，美国暂时停止这个军事援助也是波兰。
兰，现在说恢复了也是波兰啊，也就是说啊，这个普京现在面对的是特朗普已经恢复了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那普京就得选你是停战喘口气，还是接着这么打。所以我觉得普京啊，一定是这个要完价之后啊，还得停战，停战对他有利啊。我觉得第二步啊，很有可能是欧洲要派军队进入乌克兰，这先不谈领土，领土谈不了，那就是谈欧洲的军队布防在，对吧？驻扎在比如说奥德萨、基辅、利沃夫以及这个白俄罗斯沿线。这个实际上啊，一是给乌克兰撑腰，二乌军就被从这个地方解放出来，对吧？他的机动部队、后备部队，对吧？预备队就会更多，兵员就更充足啊。这些部队一到乌克兰，他们就要负责当地的防空啊、安全啊。实际上这就是在武装乌克兰，帮乌克兰。俄罗斯能同意吗？总之啊，我们要记住了，一谈领土，那就标志着这个和谈结束了，一定是崩嘛，接着劲儿打，因为领土谈不了，所以他肯定得绕过领土的问题，领土先时空线先放那儿，最后再说，对吧？把先能谈的、能解决的事情先解决，应该是这么个路数啊。所以我们看吧，应该恐怕最快啊，说不定这个周末就停火了，慢的话到下周，双方都喘口气啊。不过这个沙特的会谈啊，也挺有意思的，在这个会后啊，那个好像卢比奥啊，他向记者表示啊，他说美国不会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我可以跟你们保证，这也很有意思啊。这个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说啊，他如果基辅方面选择合作并落实以方倡议，原可保留除克里米亚和部分顿巴斯地区之外的1991年的边界，这个叫强盗逻辑，强词夺理，意思就是我本来只抢你一小块的，你要同意了，我就不会抢你更多，我就抢你一小块，你不同意，所以我要抢的更多，这就是惩罚，不就这意思吗？俄罗斯消息人士啊，当地时间12日表示啊，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太可能接受美国提出临时停火30天的提议，说并称任何协议都必须考虑俄罗斯在战场上的推进情况，并解决莫斯科的担忧。我觉得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啊，就盼着普京啊拒绝停火，这样你看看这个拒绝停火的责任不能说到乌克兰泽连斯基头，然后你特朗普美国还得援助，完了他又像以前一样的继续跟俄罗斯耗，接着打，是不是这么个结局啊？所以泽连斯基估计就等着消息，对吧？你普京最好别同意。那现在就看啊，特朗普怎么给普京施压，还是继续跟普京勾结，反过来又逼乌克兰领土换和平。这个我们要拭目以待。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